2026中期人口統計設有網上填報系統，住戶可以喺7月25號至8月10號期間進行網上填報。統計暨普查局鼓勵住戶用一戶通手機應用程式，直接掃描通知信上嘅二維碼，就可以完成2026中期人口統計網上問卷。開通網上填報好簡單，首先入一戶通，撳左上方按鈕用掃描功能，掃描通知信上嘅住戶專屬二維碼，進入網上填報系統核對地址，回答基本問題。之後提供手機號碼綁定網上問卷，填寫聯絡人同電話號碼，系統隨即會發送短信俾住戶，獲取一次性認證碼。短信都會帶有防偽碼，如果接獲可疑來電或者短信，可以致電88098809核實。大家要留意，所有2026中期人口統計短信係唔會帶有任何連結。喺網上系統輸入認證碼之後，就完成開通網上填報。開通網上填報之後，住戶就可以開始填報。住戶有4日時間填寫問卷，但係最遲唔可以遲過8月10號。例如，住戶喺8月9號開通，咁就要喺8月10號完成填報。填報問卷資料之前，住戶可以選擇網上填報獎勵活動嘅電子紅包收取方式。完成問卷之後就會自動參加活動，最高可以獲取88澳門元電子紅包。住戶選擇收取電子紅包嘅方式之後，填寫支付工具所登記嘅電話號碼，下一步就係開始填報資料。住戶喺網上系統填報嘅資料可以儲存，如果未完成問卷，可以先關閉網頁，喺填報期內再登入系統繼續填報。完成填報之後，如有需要，本局將會以電話方式核實資料。統計工作有賴大家合作同提供準確嘅資料，請支持2026中期人口統計。